后来最近这几年来，主打健康无油烟的气炸锅，其实所产生的油烟一点仔拢袂输乎传统的油鼎哦。这是国内上新的研究，讲就算有开抽油烟机，这个气炸锅带来的空气中污染的负粒仔的浓度是传统油鼎的13倍。若是无开抽油烟机，愈惨，这个油烟的浓度增加到1525倍。时间一到，料理就做好啊！气炸锅免燃油，互民众感觉方便佮健康。不过，伊所喷出来油烟，其实拢袂输传统插柴油鼎。可以看到持续累积，它的数字一直在增加。专家将这个仪器放伫气炸锅的排气孔实际去做测量，油烟的排放量短1分钟，也就喷出每立方公尺差不多150万粒的气ga过1点钟就8亿粒。它的颗粒小到比1还要小，也就是我们比 PM2.5要小很多，它更容易跑到肺泡里面去。气炸锅产生大量的气ga其实甲伊的原理有关系，用热空气伫食物的边仔做循环，和食物的较疏较脆，不过为排气孔喷出来油烟扩散率真惊人。应该把它放在抽油烟机下面，这样才能够安全。专家提醒讲，用气炸锅一定要开窗门，也是用排油烟机。因若无伫封闭的空间使用气炸锅，油烟的浓度会增加到1525倍。你唔通当作讲气炸锅唔免燃油，就无油烟。